從孤星淚到歌聲魅影，倫敦嘅百年舞台傳奇。倫敦西區係戲劇嘅心臟，從維多利亞到今日，它嘅街區幾乎未變，劇院外牆依舊雕花，燈火依舊溫黃。有人話呢度係英國嘅百老匯，但它更古老、更克制，仲有更深沉。戲喺呢度唔係消遣，而係一種信仰。無論係平日嘅午後，定係寒夜嘅週末，觀眾總係滿滿一廳。當燈光漸暗，時間仿佛靜止，倫敦就開始講佢最擅長嘅故事。孤星淚係呢片土地上最長壽嘅史詩，自1985年首演以來，他從未離開過倫敦舞台。嗰係雨中嘅巴黎，動亂嘅時代，亦都係人性最赤裸嘅舞台。當全場合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？ 離聲聲浪如浪潮，悲憤與希望交纏，觀眾隨住旋律起伏，眼淚與掌聲交錯。呢唔單止係音樂劇，更係對苦難與尊嚴嘅讚歌。歌聲魅影就係另一種魔力。吊燈墜落嘅瞬間，全場屏息，管風琴轟鳴嘅低音震撼人心。Phantom 嘅孤獨與愛戀如幽雲喺劇院上空回蕩。佢講嘅唔只係愛情，而係藝術家與夢嘅詛咒。當幕布落下，觀眾久久無語。倫敦嘅夜空似乎都被嗰一聲嘆息染成深藍。西區嘅劇院多建於19世紀，老屋雖美，座位卻窄，扶手間距淨係容一條腿，連轉身都成挑戰。對習慣香港文化中心或西九戲曲中心寬敞椅座嘅觀眾嚟講，初次入場難免驚訝，但正係呢份局促凝聚咗距離，亦濃縮咗氣氛。當舞台燈光反射喺觀眾臉上，呼吸彼此交織，嗰份臨場感係任何現代化劇院都比唔到㗎。如果想一親西區風采，唔使破費，官方網站同 TodayTix、TKTS 等平台上有折扣，有時當日抽籤購票反而最平。仲有 Rush Ticket 制度，俾臨時決定嘅人都可以以數十磅入場。若時間允許，不妨挑一場午後場。離場時天光仍在，讓人更易從夢中回神。劇院多集中於皮卡迪里圓環與考文園之間，旁邊就係中國城。睇戲前後食碟、炒麵、飲碗糖水，係倫敦戲迷嘅例行公事。霓虹與劇院燈交錯，似乎係一場戲嘅延續。有人話西區嘅戲唔止喺台上，仲喺街上。對遠道而來嘅港人嚟講，呢啲劇唔單止係娛樂，而係生活嘅一部分，讓人記起理想與浪漫仍然存在。走出劇院時，夜風輕拂，城市仍然亮。或許人生如戲，戲亦如人生。倫敦西區用百年光影告訴我哋，只要幕仲未落，一切仍有可能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並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